郭文泰最近虽然是爆发到一连串的争议，也是有不少的支持者甲相挺。这民进党的立委王世坚过去对郭文泰是相当的熟悉。王世坚讲，郭文泰毋那是总统大选的政治现金有议路，就参与做台北市长的两大案，嘛拢是伊直接来下命令。王世坚讲，郭文泰倒啊，即摆是社会性死亡。伊讲，万一郭文泰若逢收押，伊会炸便当去甲看。其实我即便监督他这么严格，我批评他，我批评的体无完肤，可是在我内心深处还是认为说啊，至少柯文哲你不会贪污啦。特别是实验失败科学家王世坚讲起到最近的郭文泰，真正呢无讲袂使，伊煞变成上熟悉的青云人。我认为等于宣告了他社会死刑，严重的伤害了年轻朋友的心。意思是2028就算要选，也不可能选上了，就对了。对，我认为非常非常困难。直接讲想要拼总统已经无可能啊，因为即摆郭文泰所面临的，毋那是党内政治现金的风暴，更加严重是，伊做台北市长的任内，金华城甲北树科的案件，一直有证据指出，伊拢有关系。非常可能有涉入，因为都是由他直接下命令的，很可能他会被约谈吧，羁押也说不定。所以我那天是很感慨的说了，说啊，他如果进去的话，我大概就带个便当去看他吧。为木马龙袍国教呢免费便当，王世坚送的礼，就算郭文泰无要甲领这个情，不得不面对现实。事实上，他是民众党现在的负债，而不是资产。除非真正的是他完全被属下蒙蔽，完全不知道，可是他也有签名，也有盖章，也有发公文啊，他不可能没有责任嘛。台北市议会金华城案专案小组伫8月26后礼拜一要开会，会阁邀请已经被限制出境的瓜树时期做副市长的彭真生。相关的证词，外界拢真关心，有可能甲这个郭文泰大下甲占一下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